好，来了，I am English monkey。哦，搞这呢？我问你，你几岁啦？放假敢有去佚佗？哇！哦，the weather is great, so 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。啊，你会讲啥？人山人海啦。哦，对啦，所以天气足重要的，这拢是大自然的影响。Atmosphere layer， 大自然为地面升起有对流层，遐有生色分布，对讲是呐，通风服务，所有天气的现象拢伫咧遮。再来是引流站，气候稳定，所以飞外国长途的飞机，stop。啊，你会打一个创啥？拍球。啊，是你若要起来擦我先去啦。啊，先来，你爱讲尔。顶来啊，卖啊，一面讲后面的声呢，都奇怪呢。在中间的时候不用出声 ，OK， 配合一下，好，不要干扰。来了，这只个是啥 ？Hello， English monkey。好，到这呢，我问你，这天放假你敢有去佚佗？The weather is great, so 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。你讲啥？人山人海啦。哦，对，天气做好，这拢是咱大自然的影响。Atmosphere layer， 大自然对地面升起有对流层，遐有生色分布，对讲是呐，通风服务，所有天气的现象拢伫咧遮。And then， 再来是引流站，气候稳定，所以飞外国很大的飞机，拢飞入这站会较省油。另外，紫外线会伤害细胞，所以才有一个臭氧层会当甲伊冻掉的。Next， 再来是中气站，到这空气已经足饱啊。Airplane 上尾是真分站，咱的人座位置袂伫咧遮，伫即站，阁有足水的结光，伊会出现伫南北极。阁有无？阁出去就是太空啊。所以，咱今仔大自然个小介到遮，咱好落台啊 ！Goodbye，Thank you everybody。